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在家会主要来读约伯记的第11章。我们先来看经文的摘要。约伯的另外一个朋友叫索法，他第一次来发言。他是约伯的朋友拿马人，他为人骄傲，注重自己。他说话的态度好像在教训人的家长。他对待这样的一个异议者，他以严厉的话来压服他们。他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，以为自己所知道的完全正确，而别人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三个朋友当中，他是最粗鲁的，也是最直爽的人。我们来看说法，他指责约伯，你言论夸大，无视于上帝的超越，挑战上帝的言论必归于空虚无益。我们看说法，他劝勉约伯要归向正路，除去罪孽，就要脱离他的苦境。我们来看经文如何来思想来应用说法，他觉得约伯在笑他们，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断的重复，不断的出现。安慰人的时候，双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，双方都会出错了。那甚至这三个朋友为了要维护上帝而责备约伯，但这种质疑恐怕上帝不喜悦。那我们对说法力劝约伯悔改的根据有两项。第一个，说法以上帝的祝福还有上帝的审判来力劝约伯要悔改，可见他的论点是建立在什么？上帝赏善罚恶这样的公义观念。那他特别强调上帝要处罚这些恶者，这种观点比其他两位朋友还要强烈，所以他暗示约伯，你受苦是因为你犯罪。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这种在当时是正统的信念，但说法他不能用这样来冤枉约伯，硬说他是违反这样的一个信念，然后强逼约伯你要认罪悔改。说法力劝约伯悔改的根据就是上帝的祝福。这部分来看，我们看对约伯来讲简直是不堪回首。从前他领受上帝的赐福，然后这样对约伯来讲是造成恶度的伤害。至于上帝的审判这部分，说法他提到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似乎在警告约伯，你如果一直在认为你是无辜的，你的终局就是如此。约伯在意的是就是还我清白。说法的警告不止大大刺伤约伯的心，也引起约伯愤慨的反击。我们来默想，说法如何以上帝的祝福及上帝的审判力劝约伯悔改，有效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曾经安慰人的时候，双方的火气都会越来越大吗？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？祝福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